想坐咖啡廳躲開人煙，共你聽聽黑膠唱片，想向能面對面直接一點，然後想掉起手機表氣油畫，沒有 WiFi 只得吉他，想重集裏曾優雅，閒日跳着舞步燙雙手，情調極緩慢才更顯搶眼，放入心內再叮囑你相信感覺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之前不是跟姐妹们有推荐过我这个 Molly Lily 的健身牛仔裤吗？我现在健身都是穿这个它，因为实在是太好穿了，就很舒服。然后呢，我又买了他们家的一条连裤袜，现在我还没有拿去洗，因为我想说就留着冬天穿的嘛，因为它比较厚。然后呢，它里面是这种加绒的，就是他们家最厚的一款。然后它是这种包着角角的，然后这里很貼心的有設計那種紋路，就是防止滑倒嘛，挺好。我很喜歡他們家的一點就是，雖然它的褲襪很厚，但是完全不會掉襠或是有勒的感覺。重點是價格很友好。今天意外的流了超級多的汗，耶！左手邊，寶貝。啱啱交通瞓覺咗。
留下。